主后2026年7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犯罪到灭亡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列王记下卷》17章第10到4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列王记下卷》第17章。犹大王亚述第12年，以拉的囝何西阿伫撒玛利亚开始做王，统治以色列9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毋过无亲像以前以色列遮的王。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，何西阿投降，甲伊进贡。后来何西阿派使者去见埃及王说，请求援助，无亲像过去每年进贡亚述王。亚述王知何西阿背叛，就甲伊掠起来，关伫监里。亚述王上来攻打以色列，围困撒玛利亚3年久。何西阿第9年，亚述王攻取撒玛利亚，佮将以色列人掠去亚述，互因住伫哈勒、歌珊地区的哈卜河边，以及米底亚人的城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主，因的上帝，伊有带因出埃及地，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，因却去拜别个神明，去缀互上主伫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列国，甲以色列列王所设的风俗规例。以色列人暗中做毋对的事，得罪上主因的上帝。伫因所有徛起的所在，对简单有守望台的庄舍，到有堡垒的城起山头弹。因伫逐个悬的山墩仔，逐丛青翠的树下面，做石条像甲阿舍拉女神。搁伫逐个山头弹烧香，遐个互上主伫因面前赶出的列国的所做。做邪恶的事，激上主生气，佮拜上主禁止因拜的偶像。上主捌差遣众先知甲先见，警戒以色列甲犹大，讲：着离开恁的歹行为，接受我的诫命甲规例，着遵守我全部的律法，就是我命令恁的列祖，甲通过我的仆人众先知传互恁的。毋过因毋听叹，亲像因的列祖硬心固执，毋肯悔改，毋信服上主因的上帝。因去杀上主的规例，以及伊甲因的列祖所立的约，毋听伊的警戒，去拜虚假的神明，比较家己诚做空夫。虽然上主捌命令因毋通学周围列国的所做，因犹原去学因。因去杀上主因的上帝所有的诫命，为家己铸造2只牛仔的像，做阿舍拉女神的雕像，敬拜天顶的万象，服侍巴力。因烧因的查某囝献做祭，搁抽签卜卦，行邪术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来出卖家己，激上主生气。所以上主对以色列人发大生气，对伊的面前甲因赶出去，只有剩犹大一个支族。犹大嘛无遵趁上主因的上帝的命令，颠倒学以色列的风俗规例。上主去杀以色列所有的后代，甲因苦楚，将因交互抢夺因的人，最后对伊的面前甲因赶出去。以色列对大别家分裂出去，就设立尼八的囝亚罗波安做王。亚罗波安引诱以色列，互因无顺趁上主，陷落大罪。以色列人
继续犯耶罗波安拢总的罪。最后，上主甲以色列对伊的面前赶出去，拄拄照伊通过伊的仆人众先知所讲的，安尼以色列受掠离开因的家乡，去到亚述，直到今仔日。亚述王对巴比伦、古他、阿瓦、哈马甲西法瓦音，先率人来住伫撒玛利亚逐个城，代替以色列人，因就占领撒玛利亚，住伫遐个城。因拄仔住伫遐个时，无拜上主，所以上主就互狮入去因中间，咬死一寡人。有人对亚述王讲：你迁徙去住伫撒玛利亚遐个城的逐族的人，毋知迄所在的上帝的规例，所以伊互狮入去因中间，咬死因，因为因毋知迄所在的上帝的规例。亚述王就命令讲：着互对遐掠来的一个祭司倒去，互伊住伫遐，用迄所在的上帝的规例教导因。安尼就一个对撒玛利亚互人掠去的祭司倒来，住伫逼着你教因着安怎敬畏上主。毋过，逐族的人伫因徛起的城，做因家乡的神明，安置伫撒玛利亚人以前做的山头坛。巴比伦人做苏格比纳的像，古他人做列甲的像，哈马人做阿西玛的像，阿瓦人做列合甲塔尼他的像，西法瓦音人烧镜儿献互西法瓦音的神明阿迪米勒甲阿拉米勒，因拜上主。毋过，嘛对因中间设立人做山头坛的祭司，替因伫山头坛献祭。因拜上主，搁照因逐国的风俗规例，服侍家己的神明。到今仔日，因犹原照以前的风俗伫做，无敬畏上主，无遵趁上主吩咐雅各后代的规例、命令、律法甲诫命。上主甲雅各号名叫做以色列。上主捌甲因立约，吩咐因讲：毋通拜别个神明，毋通跪拜因，毋通服侍因，嘛毋通甲因献祭。只有迄位伸出大权能的手，带恁出埃及的上主，恁着敬畏伊，跪拜伊，对伊献祭。我写互恁的规例、命令、律法甲诫命，恁应该永远执守顺趁，毋通拜别个神明。我甲恁立的约，恁毋通袂记得，嘛毋通拜别个神明。只有着敬畏上主，恁的上帝，伊就会救恁脱离恁一切对敌的手。毋过，因毋听趁，犹原照以前的风俗伫做。安尼，才会对列国迁徙来的人拜上主，搁学习因的偶像，因会子子孙孙到今仔日，嘛拢学因的祖先安尼伫做。对犯罪到灭亡。比甲做以色列王的时，真侪土地互亚述占领。后来，何西阿背叛杀死比甲自立做王，却无法度摆脱亚述。亚述王撒曼以色进攻撒玛利亚，何西阿出来投降，搁每年进攻。但是何西阿后来拒绝继续臣服亚述，改求助埃及，结果失败。伫何西阿做王第9年，撒曼以色进攻围困撒玛利亚3年，最后伫公元前
722年攻下撒玛利亚，甲以色列人掠到亚述，搁甲外族人牵线到遮，要彻底根除以色列。关系以色列的亡国，历史学家提出信仰反省，认为是以色列人拜当地神明，得罪拯救因出埃及的上主，因仿效迦南人的宗教习俗，伫山头造神庙，伫树仔骹栽石条，拜阿舍拉女神，搁求神软薄，也将子女烧献予异教神明。以色列人违背上主的约，做尽律法禁止的事，因为安尼遭受亡国的命运。这种背叛的行为，其实对耶罗波安建立以色列国就开始。传统时，伊做2只金牛仔像，分别放踮北边的但和南边的伯特利，互以色列人膜拜，直到何西阿为止。伫200多年的期间，上主不断兴起先知提醒，警告以色列人爱回归对上主的忠诚。以色列人却心硬毋听，最后亡国。这历史惨痛的教训，南国犹大无引以为戒，反转步入以色列灭亡的后尘。北国以色列包含10个支派。首都撒玛利亚被亚述攻陷了后，人民受掠到亚述，完全受异邦同化。后来不论伫血统也是文化上，拢找袂到明显的分野。留落来的人自认是以法莲和马拉西支派，实际上已经混杂异族的血统，形成撒玛利亚人。上帝的选民竟然沦落到安尼凄惨的地步。历史是一面镜，上主在掌权，危及上主旨意的帝国，拢会消失伫历史的附近中，无一个例外。连上主的选民以色列12支派，也互上主列去10个支派，咱着引以为鉴。毋通做歹得罪上主。2025年2月，笔者伫新的教会就任，为着任捌信徒，我详细记录每一个家庭的家谱和现况。经过1年，我隐约看到规个教会历史、家族历史发展的轮廓，再次印证。上主是历史的主宰和审判者。我相信，人若离弃上主，毋遵守伊的诫命，上主的惩罚必然临到。相反的，若敬畏上主，必然代代蒙福，哪来哪兴盛。教会家族安尼，国家社会也是安尼。台湾人若毋遵行上主的道，有一日也会丧失现今拥有的一切。伫这混乱的时代，台湾正教会应该成做时代的明灯，引带台湾人行往一条谦卑、搁甲上主相甲行、蒙福光明大道，才袂惨遭受黑暗势力吞噬。默想，伫现今台湾混乱的社会中，教会要安怎扮演先知的角色？伫现今台湾混乱的社会中，教会要安怎扮演先知的角色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伫以色列人历史的破口中，你常常兴起先知，引带你的子民。恳求你也呼召今仔日属伫你的教会，
伫当今动荡不安的社会中，将做一股稳定的力量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